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第日本书的同样是台湾清代的产业，同产量是全国第一的园林富米，还有人讲是同都。当然，11月到12月3月的甘蔗出来要做同的时节，富米路看得到轻偏差，再能甘蔗出1日，同种的洋葱也会引出泡芽，贵州中头路皮的都甜蜜。不过，更加沙枪村到园林富米同台南产发的糖厂和提做糖的。谈论国际糖价引起，台湾也开始提民讲，係咪應該增加我哋自家生產嘅糖來穩定糖價？陳俊明、齊偉文嘅報道。查落嚟啲嘢負面真嘅如何？佢就當老師米嘅日本建築技術學，呢個當新嘅畫甲，當啲拿燈筆畫成火柴。因為全台灣現在糖廠全部關槍槍的，富米的糖廠是全東南亞洲還有都該做糖，火柴還有都該做的，一種嘅文化資產，係啲後輩人。較後生嘅人較無了解，希望佢哋都保存下來。本呢大家後生人學識學要點乜用嚟燒糖啊！以前呢運作係用嚟人。一撮富米茶條，特別係園林富米糖廠設立的火柴條，喺富米到北角掉落一條微縮，重要嘅運輸中心。第二片行嘅亦唔係一般大家第一推嘅中關火柴。係專甘蔗為主，英國5分菜強片火柴。以前呢，日本時代嗰種閒置鐵道特許條例，就再用條例，就是讓本地無機糖、無載糖限下面就載客。啊，以前巴士還冇按法塔，全部都坐5分茶度嘅啫，較便宜。所以糖廠嘅鐵路。帶動了國家的城鄉連接。以前沒有載客啊？以前還有載客？現在沒有了，以前有了，小時候就坐過了。小時候就坐哪車？斗六到那個斗六糖廠到斗六啊，斗六火車站啊。開通富米廠火柴路，係一下全東南亞地區。村島係對在甘蔗原料嘅鐵基路，行啲雲嘉南平陽嘅蒸汽火柴嘛，一做件運作德國做嘅才有動力。這台車頭偌濟年啊啦？啊？這車頭啊，偌濟年啊？呢台？69年買的啊。有沒有？坡度太大了哦。450年的火柴嘛，動力足見唔大用嘅，就算呢啲嘅企業家也意識老師傅嘅技術，爭出嚟聽聽4個月，以時間留成本嘅考量下，一下在富米糖廠嘅原料留成片嘅，超過100件貴族公路運輸，5分茶路行咗個位置結構無年底。我哋今年就吃東茶按多，那火柴咪就清賣啦。所以冇個經營效益，所以糖廠是冇乜個一插安。小關建設，這火柴行高嘅田野記錄，轉到富米糖廠，一叉叉嘅甘蔗當日錯嘅多，不過甘蔗沙有長短都唔斜。像這個短短的，那就是機械採收的。另外一種是很長的那個叫人工採收的，現在人工採收的部分不多了。人工採收就是一些畸零地啊，或者是一關那個民間的地，大部分因為
大型的机器不好进去的时候，他就用那个人工采收。因为用机器，甘蔗研度足见医生看到甘蔗农很有网络的倒甘蔗经销，但是像太快速的甘蔗采收机，当脚的拖甘蔗建落机切断过后，可送到田地顺行的拖拉机度。大哥，你这我一直看是咧看啥货啊？看新有准啊，无准啊，迄新甘蔗。肾功能啊，爱配合啊。系啊，无你新无准，落落涂骹袂使啊，怕算啊。因为用机器来数，倒甘蔗足见唔是按多年呢。人咧做迄个足慢的啦，伊迄一支咧读，算一工错无偌济啦。啊，下头5个人来讲，一工错无几分地。啊，即摆这机械一改一零，一改一零，一工愈咧2、3架地咧，这算加足紧。有一节节的甘蔗，为了减甜土变少，比24点钟度，再送到洗涤机度9面来，摘出甘蔗水，叫其停脚过滤，制作黏黏的糖浆。过后，伫结沙管度，等其慢慢的结沙，变砂糖的馅呢，都天天的出来嘅。整个这结晶就像养小孩子一样啊，看养的有没有很均匀，有没有很白白胖胖的这种。打一罐糖呢，煮个3小时以上，然后慢慢把糖养得漂亮的。消费者拿到糖的话，看这个糖碎。小好的糖可用粉末机用离心力混出末流糖，包装后就送到市场里卖。台湾台北一度家庭做意思也一粒粒金黄的本砂糖，用一副卡银。原料甘蔗分成台糖公司，它所来源就是自营农场跟约根甘蔗。所谓约根甘蔗就是有契约行为的，契约行为就是一般的百姓，他种甘蔗交给台糖公司压榨。因为我出世吼，我爸爸伫咧读时代，因为吼时代来甘蔗乡爱都抬。吼我伫遐读书读了后，吼我嘛是做飞沙社，做咯，我教老公和我生意呢吼，我老公嘛是伫遐搭的，嘛伫遐做工，我老公甲下都是伊推田养的，种甘蔗吼会插杂种。将喺花莲功夫，园林负面一条桩条，本单都係防嘅，因为日本书嘅。可以同床爭繁用，爭本功夫本按照4上開，負面也以為是台北的名聲。以前父母叫做唔見出的意思是冇乜嘅誤會啊，冇乜嘅誤會是台糖來了為日本制糖來了為去工廠，其實為了虎尾是了條河壩水清好，以前是抽了河壩水嚟做，對做制糖。还有糖廠来了喂，还有田好工是有人来，哎，刚刚带来教糖就是有钱呀，父母是有个商业的发展。在这个光复这个地方啊，因为有这个糖厂的关系哈，那安利的功夫哈，其实那时候在整个花莲县来讲，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乡镇哈，了为有一点点像以前这里附近哈。可以差不多称作哈，有点像小上海那样的称呼了啦。自1900年，日本殖民政府的天数下，制糖变做台湾最大的工业。唔但将从国外传入当好的品种的甘蔗，奖励日本财团来台湾投资，甚至用法律强制输给农民种的甘蔗。二戰過後，國民政府唔但將接管令日本留下來的甘蔗農場。制糖的技術機器也掉以外，還較走定日本政府的制糖政策，係為台灣帶來眾多的外匯。以前早期台湾刚开始产业发展的时候，就是台糖的奇迹啊，经济奇迹，就是 NGO 310，就是最辉煌，我们的外汇存底最多是靠砂糖。我们台糖公司的砂糖是NGO 310品种去产生的。那之后因为它的那个病变发生之后，就有一段时间就沉默。
当初那个时候一直到民国50年代之前，我们台湾的外汇都是70%以上都是靠糖。民国64年的时候，这一年是涨到最高，但是也从那一年之后呢，国际糖价都一直跌了，跌到最后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说的，都是亏本，亏到最后糖厂就一直关。因为我小为主的制糖政策，台湾就需要加入国际糖的期货市场。也因为安样，国内糖的价值也停定国际市场起起落落。不过因为巴西、印度也都有糖的主要出口国的竞争，直至到台湾的糖也冇竞争力。一个糖厂的设立它成本的高低就是有关于它那个原料甘蔗的量，还有运输的成本，还有那个制造的这些都有一个关联了。那像为什么国外的制糖成本会低？我就举个例子，就好比说像那个巴西他们在制糖，光是制糖它要撒农药，他们可以靠飞机飞到天空去撒。那我们台湾不行啊！我们台湾如果说要靠飞机去撒农药的话，一定周边的人都会出来抗议啊。所以说，那自然用人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台湾的糖政策因为一样太改变，从外销国变做进口国。当然，台湾所需要大概55万吨的糖，要将券90意思进口。分布在台湾各地的糖厂，有小的关卡，像春到云林、富米，后台南三北还继续的运作。当年生产大概5万吨的糖，呢度12是糖厂落实的甘蔗农业条，但是冇投入。我们常常在讲说，火甲柑是甘蔗命，它跟甘蔗一样，被榨完之后人家就丢了。所以在2002年台糖一个不预警的说，我们不种甘蔗喽，你这些工我们不要了。不过，苏到印度做填海，巴西、欧洲不太水，遇到甘蔗和专作政治能源的影响下，全球糖的供应越来越少，国际的糖价越来越高。甚至去到30年来的前高价，遇到问题国内的糖价，政府开始向来鼓励农民恢复种甘蔗，来增加糖的刺激力。请经济部和台糖加上我们农委会来积极的评估恢复这个制糖甘蔗的生产。不过甘蔗重组都有好舒适，需要18整年的时间。台湾的休耕政策本意都会填求放在当机会，爱过大田种植，天作事业行较多的时间。当时你去你才开始咧种，你种啊袂有啊？你为迄园未做一啦呢？迄园真正为未做一啦，你即摆做园，迄真都还佫了钱呢。一下农民唔是工作，一甲多一年太快做了9万元的休耕补助，农费就算多补助4万8，来鼓励农民种甘蔗。一无天策就有本钱，按商业效果可能有限头。甘蔗我哋就当作计划啦吼，若无你就算爱补助9000啦，安尼才会好，无袂好啦。差不多20-30年前，我们湖北厂它的那个民间的数量大概有这55%，那我们自己大概是有45%而已啊。所以我们也是以前是。都大部分都是仰赖这个蔗农数量比较多，那现在因为这是时代的变迁，大概土地都是比较少人种然后就一直减少到目前这个位置，大概我们现在目前产量可以说差不多有80%是我们自营农场的，现在蔗农就比较少了。除了制糖原料有限条以外，因为甘蔗的特性。当然，像有西藏一边的做了采树制糖，台湾亚下的制糖设施最少也经用的60年研究。富米生发两个糖厂，各样是10几页，营业的高甘蔗量最多3300吨，短期度要增加产量，所以讲係东南。它的品种是有关系到它的早熟、特早熟、早熟，
还有中熟、还有一些晚熟。所以我们在制糖期有这个4、5个月之内，当然是要从特早熟开始采收，还没有成熟的就放在这，让它慢慢成熟，然后在这个4、5个月，差不多大概在120至150天制糖期之内，就把整个甘蔗就全部采收完成。2个糖厂的压榨量、压榨能力的话，还是毕竟是有限的。到底是不是能够增加这个压榨量等等的，这些我们本身糖厂的这个机器啊等等的，这个都还要做一些考量。在全台湾都批的都会甜蜜，糖碟都市状态已观察。因此，制糖的政策改变来消息，喺全球量广下，亦可关系到面色。实际本人看作係沒落工業嘅制糖生涯，天策或重新開始。不過，係要準備好來正經嘅面對佢嘛。